先啊，继续要来讲，即摆要买这个快台汽车是真歹买哦。为这个4月底开放实名制购买了后，这个药房逐工拢排队排真长，但是有袂少的民众买无就是买无，所以经济部是协调着8大通路来买卖。今仔日开始，离4大超商、药妆店甲超市拢买会到，但是是卖迄种单节的。亚牌，这个亚皮快胎的汽车，一个人敢若会当买一节，一节是180块，比这个实名制一节100块，5节一盒500块是加真贵。有民众就讲哦，哎呀，买袂起啦，嘛只会当乖乖到药房来排队。快台汽车开卖前1点钟，超商内底的人排队排到热长。大概8点40左右，家里附近药局排，然后这边也是便利商店方便，所以想说上班前的时间先来排一下。听到8大通路卖当买，互抢票药局实名制人，佮看到希望。开卖时间到，无到1分钟，就当顺利买到快台。虽然每一个人敢会当买到1份，不过买到的人嘛是感觉足福气的。家里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排，所以觉得现在就是一剂难求的情况下，可以这样子，就是超商运营这样，觉得蛮方便的。你觉得价格 OK 吗？可以啊，不用排队啊。同一个时间，药局的门口人客排队排到叉，有人甘愿加用时间排队，下当一摆买到5份的快台。那一次只能买1剂这样子。这不行。这不行。对啊，因为至少这个1格是5个。其实真的不太够，因为我家就6个人了，是应该要让全国人民是可以比较好取得的。经济部另外8大通路，伫咧人济800几头门市，单卖1份亚皮快台。今仔日开始，包括 7-Eleven、全家莱尔富 OK 含屈臣氏、康士美药妆店，其中屈臣氏开放全台湾门市卖，另外包括全联和美联社嘛拢会当买到，含药局实名制比4月28实名制杀出来8大通路，今仔日才开始卖，药局会当买到150份的家用快台500块，等于一节100。不过8大通路一节就要180，实名制一定要摕健保卡，8大通路就免，会当买到快台的所在变多咯。不过本土已经继续摊开，民众嘛是希望快台汽车会当愈方便买到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